台南市安南区人口大约有20万人，不过各中小设入游泳池的学校却只有3座，其中土城国小的游泳池自民国99年完工启用，到现在已经11档。除了顶面的防晒网捌换过，地坪甲墙面因为破损严重，必须要重新整修。但碍于经费，加上学校阁无属偏远学校，会用的争取阁较侪经费补助。因此，透过前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来申请，希望争取中央的补助。游泳池呢，已经伫可能台就做较近哦，事实上也腐蚀的，迄东西甲柯南市，那都有逐渐在腐蚀了哈。那学生的使用功能都非常的大，包括咱的青草国小啦，邻近的三瓜国小啦，学东未来的话，包括显工甲咱的西侧，甚至呢，咱的南平买档来讲，那造就了很多学生训练的场所以后，一个溺毙的事件在开平嘛，也减少了很多。那这个设施已经这么久了，有破烂，学童在学习过程当中非常的危险，所以麻烦陈定委员还有体育局呢，教育局。体育署一同来这边来做个适当的处置，改善整个的环境，让他们有好的学习的地方。希望讲咱土城国小其实会当互社区使用，会当互学生使用的一个游泳池，应该互伊有加倍无共款的感觉。嘛感谢到咱今仔日体育署的教授啦吼，佮全委都爱除了专业表示这个经费的支持以外，上主要伊嘛甲咱上新的工法吼，因为要做就做好啦吼，莫讲安尼做一半，所以他们也提供最新的工法，会当讲互咱的整个游泳池会当焕然一新，会当提高使用率，包括着咱的厝顶的问题，咱厝顶未来要安怎这个伫太阳能的功能可以发挥，那怎么能够让我们这个囡仔咧游泳的当中吼，嘛袂感觉热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伫咱这个厝顶加盖部分也可以加倍在太阳能的使用当中，会当再省着咱的能源，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空间再利用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达到了一些共识但是后续。还有一寡天数爱做，就来拜托市政府来协助。对此，立委陈廷辉上午邀请教育部体育署、甲市府教育局来会勘。伫体育署专委甲2位专家学者的建议下，希望地坪会用以洗石的方式来施作，甚至为了一劳永逸，围墙嘛用设计洗石的方式，避免油漆日后褪色，阁需要来重新施作。至于游泳池加挂净式太阳能的部分，专家嘛建议，如果加挂将影响到游泳池的日拍时间，恐惊会缩短游泳池一档的使用月份。随后一行人嘛前往北区的公园国小，同款是游泳池墙面的问题，希望校方会用个重新搬整，体育署嘛会用个补助经费来征收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